好。应该先去搭本色。大概换你话。伊若是青的，当青菜本色。换你话好唔好？妈妈甲你开起来。看换你话。哦，伊就是。哇，那个有 Q 呢，是个有蛋。高水啊，高水啊。高水。不要讲安尼哦。伊今仔透早来讲，你做高水，哎个嗲。这是代表海啊。以前可以食是啥物？这只是啥？你讲？你甲阿姨讲。迄嘛代表放弃哦。放弃。你好吗？那我先甲你看。属于龙形啊，我记得你是啊，你个话无？你个继续话无？我。那代表的当代不。哦，安尼就当好啊。所以若夏令营甲寒天啊，先做夏令营的时阵，安尼念念。啊，可唔免做到大只咁严重的，他说差不多。我知影，你是有诶好，我讲。啊，你要换对。伊袂对你安尼配合。伊我甲下两道了，伊就无互我下，伊就讲这拜拜。对啊，嗰個，嗰幾啊就好啊。哎呦，老师要大壮。